啊！用的啦，你叫我嘛干哦。我在想哦，係唔係會有唔好嘅事情會發生呢？我在想啊，阿婆。唔會啦，冇亂想，冇樣嘢事情啦。好嚟嚟嚟，你洗衫，我叫，冇事情，亂想嘛。阿妹啊，阿下幾條來困阿婆啦。什麼？阿福記，阿婆，安尼就冇要講我哩啦。娘哎，冇事。阿婆啊，我看哦，阿婆伊娘衝的哦，分你三夜咧，個樣你哦，背水都面重當，安樣冇蠻好呢。既然水面重擔，我水哪來？我去洗到躺下去啊，安樣你對你，還佫對佢哦，免好好哦。我孫你人好好，就會衰睇天天，做乜喺面衰到躺下？冇啦，我哋有啲好意啊。係啦，哎，你就做你捅到我孫誒！阿妹啊，已經3年了，阿婆還冇想。我係阿婆老爺啲冇嘢冇。誰叫佢誒？唔好無叫啦！佢大唱嘅衰睇天天，你都看得好誒。佢當叫就會想誒。阿妹，我頂你唔喊你阿婆，唔過3年來，佢後事都冇嚟嘛，我看咯。反正愛喊出來，賣魚就不是相同啊，跟誰叫姑誒？各位老闆，阿妹嘅身體應該都唔掉了。一定想啲辦法，讓阿妹好好地困嘅。當然，可是辦水出，阿妹就好了。某一天，做得吃開，有隻辦法。乜嘅辦法？聽阿妹去廟度為阿婆祈福。咁好，阿妹從來就唔係拜神嘅人啊。不過阿婆本年送咗嚟嘅日，我看佢得求阿公婆誒。阿妹，一啲就只靠拿好啊。
上班，吃苦的啦。嘿啊，准备伫遐位，嘛阁手无做，还那好啊。今日是家己，阿妹啊，你个精神暗差，还要准备便宜去好了啊，唔就生意无衰的呢。我会无去啦。阿妹啊，你要相信我啊！阿婆迄眼强嘅呢，我老你求安设计啊！阿同你保证，一秒钟都会求神嘅时间，我绝对唔会陪任何人来接近阿婆。将来还会看到佢行好好嘅水道嘅面窗好，好冇？阿妹啊，我求你啦！好啦好啦，无叫啦，我喜酒嘿啊。孙的阿凤，从细身体就唔杂，了后又唔得半目个怪病，已经分3日3夜，到了后都梦想，管老爷虽然我会教，不过自从大家都总无以后。我就会客家生气的，管老爷，所以这份我俩在客家生气，拜托伊下的无，拜托管老爷，做一个保庇我嘅孙的阿婆，关起，我叫这位好起来。做会得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状态生意。来来啊！阿妹，家下你求在抢食啊？春妹啊，啥物该还要考虑说，唔免呀。阿妹，也系抢王呢。佢讲吼，求得抢王百思量，万事如意太吉祥，
一家日做行风片，可报复苏永安康。阿婆有救你啦！哎呀，就，哎呀就，生日快乐呀，宝贝！生日快乐，宝贝！是叔叔啊。好。什么呀？我想到，记得头摆，迄个三方家是唐寅的老人家讲，发社会时间是一种错药，做一个退社会。敢那要亲呢？爱听，那有好杂。哎呦，莫老水果款转去，孙沙老爷说天数这副阿婆。敢有生意哦？加出。La ho e so na wa ge. La ho e so na wa ge. La ho e so na wa ge. 来，阿婆是有的哈，来，办好办好。吃下以后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阿婆是还有哦，是有的哦，哈，来，是有的哦。有个全部是铁的，谁叫过呀？一定要好起来。你说呀，阿姨。 OK。数。来，来水啊，水啥流出去。
叫久啊，总衰阿婆就当也个顺风，不是讲，你阿婆而让母子也危险呢，等伊想起来，就做得去병吃野话哦。 阿婆，还都是东阳。你叫我的，你想的无？想的，你想要什么个？阿婆你煮。阿婆，我想说你呢。哦，阿婆你跑，阿婆你跑。 叫我，无喊阿婆，你要先叫奶奶，阿婆让保护的，叫好个人哩，先叫我，先叫我，先叫我。我刚才原来白梦啊！ 谁叫我睡到了？可能阿婆中忝的。叫我的，你想的哦？谁叫我的？你真的想的哦？谁叫我？谁叫我？谁叫我？春梅，春梅，春梅啊！ 你是不是出来？阿凤想又风炭的啦！哎，我没事了，我冬天。阿凤，你上来哦，阿姑真想你呢。阿妹，你看呐，阿凤想的，唔是很欣赏嘞。阿凤，我都是东阳。好，阿姑压起住你最爱食嘅咸糜，哈。好，来，给。好，对，好，说啥老师有没讲？阿凤想，给讲讲了。来，老阿嫂讲，几天同欢喜。给。阿凤，讲，你阿婆，
老脑个先嘞，不用自由为先嘞。阿婆喊你哭在脑，脑皮多多，我叫电话好伊来哦。都是啊，就去不用自由的，不用比高高艳艳。上来哦，啊，阿婆上来哦。阿婆上来，你真给上。阿婆啊，你们才3年了呢。阿婆，这个也没照顾你3年，给我当场给先哦，要不然你不用自由哎。阿梅啊，阿婆一个想哎，你就做得很开心嗨呀，很好好帅，好冇？人来照顾啊。是啦，是啦，唔会忝啦。阿梅。你的身体较要紧啊！来，喊我来。行。阿婆，同乡同学使去喊埋来咯。水妹呀，你吃。来，阿婆，来水妹。阿妹说他。好什么？后生，是假的诶，身体才会长起来哦。好，阿婆唔先去睡啦。嘿啊，阿妹先睡啦。阿妹，先去睡啦。好啦，阿婆你等一下，等下再来哦哈。多多啊嘞哈，那头那是干的哈。好啦，等下啦。嘛，佮等下还唔做些啊，还唔会同哈，食菜哦，杀啦，天阿妹用啲啊。好啦，做咩忙？嗨，讲咁麻烦哈。大家做个较客调的哈，准备阿妹哦。哦。我后摆看哪嘞，看哪让下来修剪的嘛。哦。La ho e so na wa ge La ho e so na wa ge La ho e so na wa 你用没呢？阿梅，阿叔，叫叫我，阿梅跌倒了。阿梅，你冇做得咁耐啊？阿哈子，阿夫，爹爹在黑你啦。好，阿梅我讲的哦。好，你爹爹转去啦。阿哈子。福啊，发生乜事情？打我讲。过夜出事情的啦，出乜事嘛？阿妹出事情的啦，发生乜个事情呢？阿妹，
好啦，吼，莫叫吼，阿婆替你看啦。嘿啦，阿婆啊，莫叫啦哈，俺妹没有事情。嘿啊，来。阿婆啊，来着。阿球啊，来这哦，无歹吹哦。吼，暗饭歹啦。来，先生啊，哦，阿妹哦，等一下去做哪里啊？我要紧啦，等下吼叫他死啦。好啦，来，先生就好嘞，哈。哥，不要做人家掉落来哦。阿婆，我是妈呀，可能是哦，前一菜够香啦，你喏好点点，不然3、4年呢。阿婆，本皮路都要死。安尼哦，拄着嘛甲骗哦。跟先生哦，就唔对哦。晓得容易好加。好菜哦，迄个阿婆啦，无听个就讲无法度医嘅呢。阿婆就唔信啦，伊讲哦，阿婆哦一定会好起来嘅。唔记得阿婆做嘛该会安尼想的？可能迄个泰国的关系啦。嗯，阿爸，爷爸细细也得到一种怪病，分了5日5夜，无什么个东西，后来佢自家好起来。可能迄安尼，爷婆相信，唔去骗，自家会好起来。阿 Q，做咩？做嚟啊？原来啊，阿妹有两种经验嘛，难怪敢坚持，内底汉堡都去点起来呢。你冇看到爷妹咯？哦，甲他永远来讲，果然出事情啦，自己处理嘞。安尼哦。阿 Q 啊，先吃饭好了呀，唔是电机啦，吼，来，这个出来。然后有做副班呢，等下吃饱了，带电话上去。好啊好啊，阿妹帮应该做来啦，俺俩都先生，哈。好。好。阿秀，排泄。阿秀，啉啊！怎么有酒嘞？无啉的啦。有紧嘛？今日过节呢，那个尽量是啊，就很多啦，要再过去拿。大陆啊，无啉的啦。换啦。来，就来嘞。来。大陆，无啉的啦。老爸讲就讲糖啦，要免自家不卡，我啉总不靠啉啦。我啉啊，天天都啉啊。无啉啦，好的啦，有糖冻的啦。莫管我，好啉啊。走。你我变用呢？不要紧啦，来，水水。阿妹，娘你抽几里头来的，系冇？阿妹啊，你莫发现啦，迄个看手本给人家啊，你莫怪佢哦。醉啦！大陆，水木啦。我啉啦！大陆。我醉啦！阿哥，我醉啦！佢做公糖啊！讲唔通，唔可以，你唱乜嘅样啊？唱乜嘅样啊？人阿面子
遐都哪会去喏？哥，阿婆出去咧，伊可能托兵伊伫个讲言，诉讼个讲言，伊也着做咧去互我做下工咧。阿婆，海拜早起啦吼，求讲会准了。哥，你无看到表孙哦？嘘，这啦。啊个少啊？全部啊。怎么解喏？迄么迄麒麟酒醉，阿婆无欢喜，伊就做伊个啊？唔会讲的啦。好啦，咪唔会讲个啦。迄穿也久岁啦。唔是啦，来讲哦，古典家也爱好。阿婆，阿姑做的啦。阿妹，阿妹，你话，我以为唔见得啦。你话要唔见得呐？我前一身当失错，我谁要数唔见得嘞？啊，有忙那一情况来么？人都请够了啊。叫勇甲散哦。我用啦，然后过你山东情况啊？阿婆，我妈爱去。山东的路东南行，唔敢来吼。阿婆做地，谁叫我妈做地啊？拉吼耶稣那瓦给，拉吼耶稣那瓦给，拉吼耶稣那瓦给，拉吼耶稣那瓦给。以为都太天真了。阿妹啊，出去约会啦。什么呀？来看哦，来你付快乐钱，我去请给片，然后付去给片钱。好，阿妹有生意了哈。对啦，可以。
有欢喜嘛？有啊，当然欢喜。阿婆啊，下年过来亲牛诶。好。阿婆啊，你待会无看到，我下年过来去打鼓琴。好。老表嫂，我睇到嘅哦，啲橋港老表嫂得拜來 M 卡，就行暗夜暗叫嘅神路哦。那伊就去教你，你对家己来讲，无算人啊。那伊就去山都的生意呢。阿婆，做乜解得拜就喺橋港來 M 卡？唔係唔去橋港屋卡喏。阿婆，唔當叫，我再去娘屋卡嘅，係冇？阿婆，你想我去阿婆細細待的地方嗎？想。下班有機會啊，阿婆先帶你去，嗰個地方當好講。阿婆，一天哦。阿婆，唔用嘅呢。La hui sunawagi, la hui sunawagi, la hui sunawagi. La hui sunawagi.我去談阿婆唱歌誒。阿婆唔會唱歌啦，唔會唱歌啦。阿婆唱歌誒，學到嘛使叫句誒，係嘛？我唔會唱歌嘅阿婆，我以前嘅阿婆啦。使叫句誒，唔係阿婆唱，阿婆。
会错。孙啊，阿婆，你个小福卡，对无？阿婆当小风，这里看看啊。也代表前段的年幼的，情况啊。祭拜过阿婆以后，还同舅公点点的下山，就像隔摆同阿婆下山供养，我迄种做咧谈到阿婆留喺咧山顶方的故乡。拉吼诶嗦那哇个，拉吼诶嗦那哇个，拉吼诶嗦那。错，当初阿婆唱的哦，就也是多啊。嗦那哇个，拉吼诶嗦那哇个。舅公堂的歌，也是我的阿婆最喜欢唱的歌诶。伊就唱甲较台上，应该迄哦调色唱给阿婆弹的。睇下山顶风，阿婆做伫窗儿咯，看到一家古巷，做伫唱练一家古巷的歌诶。拉吼诶嗦那哇个，拉吼。舅公的歌声，加深了我对阿婆的追思同怀念。看到舅公给老人家的身影，阿弟，我已经真的失去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、最亲爱的人。